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9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新闻导出台，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日增加54个本土病例，有8个人死亡。另外，可能是主疫苗所引起的死亡个案有增加17个人，其中13个人有慢性病历史。屏东今仔增加一个病例是确诊果子龙的太太，另外有真侪病例去过邦寮病院，也当咧调查讲，这个病院敢有院内感染的可能性。中华有物流业的司机染病，搁在为何伊厝内面的人？疫情期间货运量增加，也引起民众惊吓。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4个本土病例，也有8个人死亡。另外，伫咧少年族群10岁到19岁之间，目前已经有490个人确诊了，其中有3个人转做重症。另外，可能是主疫苗所引起的死亡个案，也增加17个人，其中13个人有慢性病的原因，死亡原因也等咧调查。新冠本土个案继续增加，礼拜二至9增加54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22例上济，台北市20例，桃园市甲新竹县各4例，彰化县2例，基隆市甲屏东县各1例，各增加8个死亡病例，这是连续第5天一天新增加的病例数比100较低，各创疫情3笔警戒以来新低。确实，这样一个病例也渐渐的在往下降不管从我们的裁剪日、研判日，或是发病日这样来看个案数，现在已经相对在跟前一段时间来比，这段时间是相对的低点。不过，青少年染疫也有重症风险。目前10岁到19岁确诊个案496人，其中有3个是重症，拢是5月到6月发病，其中一个是北部10多岁女性。经过瑞德西韦治疗了后，目前病况稳定 ，CT 值登去到30以上。他的胸部 X 光是显示有双侧的肺中叶跟肺下叶的这个肺炎血氧浓度是大概83%。3到94%，所以这个目前是符合我们这个重度的定义。那他也有申请瑞德西韦来使用。另外，自被增加29000多人注新冠疫苗，各增加17例疑似注疫苗了后发生死亡不良事件，其中13人有慢性病，死亡时间是疫苗注射了后7到11天。另外，各县市汇总通报的死亡个案解剖有44例，其中33例甲慢性病有关系，另外2例爱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屏东的部分，今仔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27确诊果子龙的太太。另外，这位果子龙经过检验，确定是去染到Delta变种病毒。县政府表示讲，目前因有发现到对秘鲁等来马孙啊，甲其他4位染到Delta变种病毒确诊者，拢去过邦寮病院。这敢是病院内面的感染力，恐惊是搁来调查。清洁人员大加小项消毒，屏东帮沙本港全面2村至9全村大消毒，严加隔港全开课营业。不过屏东阁增加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6月27确诊邦寮高龙的太太。邦寮高龙经过基因定序比对，也确认是印度 Delta 变异株。这14734也确定是我们的 Delta 病毒株的变异株 ，Delta 的变异株。那他太太的也确诊14816，那他的基因定序还没出来。在6月14号、6月16号、6月18号及6月21号有曾经到枋寮医院的神经外科门诊，6月24号也是。高龙太太基因定序结果还无出来，官府也咧调查相比关联，不过一条发现，高龙翁某6月14到2日进出邦寮病院6摆，秘鲁祖孙会伫邦寮病院10点钟2边停塔20分。伫咧10日，高龙翁某也甲被派车乘客甲确诊的共大朋友。斗阵去过邦寮病院，时间定他10分钟。到1日为止，有过5个印度Delta变异株确诊者去过邦寮病院，也互官府解除为原本认定上访客者伫无共款的空间，应该被感染转做无排除任何可能。我们都不排除任何的可能，但这个原因越明确前。我们都是采取料题从宽，门诊、急诊未来2天持续关闭，是为了要全院大清消，而且针对全院员工、病人及陪病家属进行 PCR 的检测。秘鲁祖孙有甲厝边确诊者伫上救护车进前讲过1分钟话，甲倒本衰时阵，远远问对方是毋是爱斗3工，是毋是违规爱去调查。另外一位厝内底治伤的民众自称甲高龙有过接触，高龙强调伫门口口祭拜无入去，官府爱个确诊。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屏东的邦山发生Delta变种病毒的群组感染事件，2次确诊的邦寮水果子农下晡也确定讲是去染到Delta的变种病毒。县政府赶紧伫邦寮设前进指挥所，也呼吁在地民众赶紧来做体检，也着爱注疫苗。行政院长苏贞昌下晡也去到邦山视察，而且当场指示注疫苗的范围爱增加到附近的乡镇，要来防止病毒传开。屏东邦山Delta病毒群组案脱手，行政院长苏贞昌2到下昼出现邦山的疫苗注射站，关心村民注射的状况。除了对邦山群组案的后续控制，予因肯定，也当场指示要扩大注疫苗范围到附近的西乡甲陈志乡。有很多在这里卖芒果，其实是在隔壁种芒果，他有时候是种在狮子乡、村子乡，所以。那如果这个疫苗可以送等等，我们就听县长的，没问题。让生活圈到哪里，数量到哪里。邦寮下昼加开东海水底寮2个快体站分流体检人潮，也毋过原地的邦寮国小体检站，规工游玩有真侪民众坐几排等咧体检。但是它是有阳性才通知哦。除了有的3个体检站，屏东县政府也伫邦寮设前进指挥所，搁延期加开北市寮市场甲鱼市场2个体检站，扩大体检量能。因为邦山甲镇中有5位捌到邦寮病院急诊离告，方公布同款为着Delta病毒的邦寮果农，进前也捌到邦寮病院开刀，病院离告继续停诊，全面大清消。一般所有的病床、所有的门诊全部停止，然后呢清空、大清消。除了人员全部再裁剪一次，那每隔7天裁剪一次，包括照顾者、被照顾者。因应邦寮病院搁停诊2天，潘平安表示，若有同急诊病人，将送到附近病院就诊，也有医学中心表达，愿意承接病人，会依就诊者的意愿甲需求，将病人分流到附近的病院，确保无影响就医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伫今日表示，凤山有一栋大楼出现阳性的个案，卫生局下晡也甲这栋大楼60户，大约是150人叫回来做 PCR 检测，而且也安排因去住防疫旅馆。今天早上大概实验室这边有发布一个检验的阳性个案，在我们也厘清了相关的一些时序，那发觉可能有一些关联性存在，流行病学上面的关联性存在，将所有的住户全面的召回 PCR 的检测，那预计整个的检测结果会在今天晚上全部完成，那并且把检测完成这一些住户统统分送到我们的防疫旅馆里面去。那我想。这是一起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一个可能造成的一个群聚感染。当然，我们会有必要的一些对应作为。高雄市卫生局伫今下晡2点多，甲警方去到这栋大楼外口救封锁线。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针对出现阳性个案，市政府会甲范围列搁较宽，希望用上届赶紧的方式避免疫情来传开。前副总统陈建仁今仔日伫一场线顶记者会顶头表示，台湾对4月开始出现英国的阿法变种病毒，加即阵当咧流行的印度Delta变种病毒，这2种拢是真高传的变种病毒。咱台湾就要赶紧做疫苗，而且要用上介紧的速度摕到疫苗，互更加侪人来做。印度变种病毒已经伫全球92个国家传开，台湾也无法度走险。中印意思也是前副总统陈建仁表示 ，VOC 高关注变异株传染的力头大。台湾对4月下旬开始出现 Alpha 变种病毒的案例，造成至少13000人确诊，超过500人死亡。陈建仁讲，即阵台湾上要紧的，就是爱伫短时间内大量取得生产疫苗。冠状病毒呢，它本身是一个 RNA 的病毒，也是一个很容易突变的病毒，所以我们实际上预防接种呢，跟病毒的突变呢是在做时间的竞赛。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立场上来看，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最大多数的人得到疫苗接种是重要的。针对媒体报道讲，咱国有意向 mRNA 疫苗厂争取授权量产，丰城国家卫生研究院要起疫苗二厂，就是咧替量产疫苗铺路。国卫院院长杨经基否认这个讲法，伊讲二厂主要是提供产学界做动物实验，替其他新型传染病做准备，未负责即届授权量产。也若即阵要搁伫咧评估国内量产的能量。食药署跟经济部的工业局他们联
元首不久前开一次会，了解目前国内的量产能量，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是与民争利。所以如果大家努力争取到授权量产，我想我们国务院能做，就是在技术上面的这个协助，可是不会是在我们自己新建的疫苗2厂会做这个事情。也那国卫医护研究员刘家济表示，台湾爱积极争取大工，为中取得 mRNA 包裹真侪植物膜送入人体，去产生反应这项关键的技术。中央表示，大工谈判过程变化真大，即阵外交人员当积极伫咧牵线。记者闵金玲、徐凯台北报道。讲到振兴病院体征立委丁守中等100人注疫苗却引起争议，而且这寡人都不是医护人员。振兴病院2月的名单5月26才注疫苗。台北市表示讲，丁守中是病院的董事，敢有符合资格已经发公文，请中央来解说。不过中央政府表示讲，列名册是送到地方卫生局去，若准有乱来，卫生局爱处理就是。振兴病院体征立委丁守中等100人以非医师人员注疫苗，引起特权注疫苗争论。台北市政府对早发现，振兴第2月造册时阵，以丁守中是病院的董事，属有非医师人员，团结的全国性预防注射资讯管理系统，伫5月26注疫苗。台北市政府要问，中央是安怎接受这种的健保卡注记？如果说有伪造的部分，那就是要有这个造册的。这个单位来自负法律的责任，那请这个卫生局这边去做调查惩处。振兴医院提报的行政人员里面他列明董事，那么董事是不是行政人员这一件事情我们昨天有提过，我们会行文请中央来试试。因为违规注疫苗，互人发的好险诊所，互人停止疫苗注射资格，煞传出小好险诊所伫面册讲会当替付新的负责人医药注射。卫生局是讲小好险无这个资格会当注，建议去医学中心特别门诊医药。台北市也宣布开放第4波疫苗预约，72岁的长辈、55岁以上的原住民，无限台北市户籍，6月30到7月初1，拢会当上网络预约。那预约完的话，我们接种就是礼拜5开始礼拜6、礼拜天，还有下礼拜有4天的时间来打。不预约礼拜6日去电话预约。我们这一次就不发通知单给你了。台北市29号本土确诊20例，市政府捌表示，降到20例以下，就公布确诊前3天的卡热。最近确诊个案卡热明确，会向中央争取，予地方提早公布。中央的规定是，中央公告有案号之后的案例，我们才可以公告它的足迹。但是有一些足迹已经到了，中央没有公布之前，我们也不能公布，所以公布的时间可能跟它实际的时间都会有大概3、4天以上，甚至1个礼拜以上的差异。疫情严重的双北，新北市对户籍伫新北因为感染疫情死亡的家属发放慰问金10万。台北市确定也要安尼做，主动发放家属慰问金10万，以继承人做第1顺位，包括去年5月的2个人。台北市目前拢总277个人因为感染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线，咱来看新北市。新北市今仔有增加22个病例。市长侯友宜表示讲，因为北农发生群组感染，夜市也是爱继续互民众包登去食，会较妥当。另外，新北市也针对着批发市场做体检。新北市的家庭合作社快筛683人，有26个人出现阳性。7月初1会全部搁再体检第2届。来讲到注疫苗的部分，新北市是开放72岁老大人，伫咧7月初2就通好注疫苗咯。29号新北市新增加本土病例22例，看到连续确诊数字下降，为少民众期待小可解封，尤其是夜市是毋是会当有限度开放？市长是讲，新北市受到北农群组事件牵连，也搁伫咧3级警戒阶段，也是要谨慎。光北农华南市场这一波受到波及的量还是很大，我们不断的在清，今天还是有7个，所以目前现在还是在强化3级，甚至也是我们警戒3级的时刻。所以新北市对夜市仍然餐饮业还是要求他们一定只能外带。侯友宜对疫情这样烦恼，毋是无原因的。新北市针对批发市场全面体检，新北果菜市场、树林肉品市场，也加3年埔的鱼仔市场，体检将近5000人，全部阴性。不过泰山新北家禽合作社体检683人，有26个人阳性反应，所以7月初1必须搁全面体检。
那因为家禽合作社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群聚。至于所有的感染源，尤其家禽这个感染源，我们除了建请中央要做基因定序以外，我们自己也不断的会从源头再去追。为着阻止Delta病毒蔓入来国内，侯友宜提出入境体检2届，得到一寡县市的响应。副市长刘和仁讲，无什么抢公路的问题。我们要的是不是只有这7个国家？因为目前拥有 Delta 病毒感染的国家已经高达90几国了，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全部的入境者都要做2次的 PCR。新一批莫德纳疫苗要配发到各县市，侯友宜宣布开放新北市72岁以上的长辈无限户籍，6月30到7月初1会当到市政府还是区公所网站预约，还是用打电话预约。7月初2开始做，若是讲要做 AZ 疫苗嘛会使，有186间合约的诊所会当预约。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伫今仔日增加2个确诊病例，是物流司机家庭的传播链。中华县卫生局认为讲，这应该是进前顶一回宗教活动传播链所传出来案例。但讲到将新德县的部分，今仔是增加4例，其中有3例是伫当宗教机构确诊的照顾服务员因厝内面的人。7个队人员伫确诊者行过所在消毒。中华阁传出新的传播链，29号新增加2个确诊个案，拢是做物流业的理会员家属。经过我们的调查，这个妈妈实际上是跟之前我们民俗信仰活动的这个活动圈里面的这个信众，他们是互相认识，而且在这个信众发病之后呢，这个妈妈跟他有接触。中华县卫生局表示，新确诊的是理会员的妈妈甲阿姑，原本找无感染源，后来发现这个查甫人的妈妈甲中华顶一届的宗教传播链有牵连，透过民俗信仰活动为互信众，社交链再个传入来家庭，已经有12个人确诊，3个确诊者伫亲友中间也是工作场合接触的人上侪，当地扩大进行3方疫调，扩列100多人，严止疫情扩大。若是新德县原来新增加4例，分别是长照机构规定收为相关的接触者，也甲一个医疗机构的大医病患。竹东镇这个社区大楼附近的，我们都进行筛检。我们在上个礼拜6，我们第3次在那边做普筛。那这3位的确诊者，他们是自动前往社区筛检站来筛检。杨文科表示，当时做伙大的3个家属并无考虑做接触者，后来是体检陆续确诊。根据县政府的统计，新德县将近9成确诊者个案，包含长照医疗机构甲家庭规定社会感染，目前是特定范围群聚为主。虽然社区相对安全，不过干那这个机构群聚都超过6成，也是对于德东这高风险地区启动快筛，防止疫情传开。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北农发生群聚感染事件，市政府也甲批发市场人员全部注疫苗，目前已经有10766个人注过疫苗了，而且市政府也拍算要使用疫苗护照，若准注过疫苗的人会当摕到疫苗护照做证明，才会当出入批发市场。宽南市场的大环节防疫专车准备去阳明病院做疫苗，最后一班车伫19下晡2点半。根据统计，批发市场专案目前已经有10766人做疫苗。台北市也研究伫批发市场要做疫苗护照，确保民生供应链安全无问题。北农甲宽南大环拢真支持，为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嘛，那全面性是最好的啊，因为总是一个保障啦。所有的业者，礼拜4员工、清洁工，所有的在市场工作的从业人员，全部做那个 PCR。不过疫苗护照要设相关系统，要中央授权。台北市化成中央协调介入系统，予台北市因确诊外县市民众心收做疫苗，疫情指挥中心承诺会来协助。将来可能这些地方的进出就是要靠所谓的疫苗通行证。打过疫苗2个礼拜以后才发生保护力之后，他就可以拿着他的疫苗的那张黄卡，能够进出北农。这个 APP 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个施打疫苗的查询，那还有护照的一个不是疫苗，就疫苗施打的一个证明，有一个类似我们黄色的一个纸卡，这些都可以用。那另外也可以在云端上面直接用健保卡做查询。北
北龙群组也收到台北市公有市场、北投市场、东门市场甲永乐市场拢打翻确诊。永乐市场打翻自备已经有160个打翻快筛甲PCR检测拢是阴性，29者恢复营业，不过用要看无消费者。客人根本就没有，这样影响非常大。施打疫苗是要，但是还没有确定时间。有打翻直接停业到7月，不过有民众用行动支持点头。主治会透露，市场会安排做疫苗，不过时间无确定，只希望做疫苗了后，予消费者信心买起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往回台湾甲澎湖之间的航班，逐工即马是只剩4个航班尔。所以因为当地大学生特别热，有真侪人为着要等这剩的飞行机位，透早就去到澎湖机场排队，甚至趴伫咧行李边仔困。虽然讲真已经唔免等待啊，不过县政府也讲会加开船啊，协助民众登去台湾。网友日被透早伫面车社团指出，澎湖机场外口有真侪买无机位等喺台湾的旅客直接趴伫行李边的涂骹困，其中有780岁老大人，也有要等喺台湾看医生甲修理医疗设备的人。所以因为疫情航班减班，但无机会。以台北松山机场为例，逐工台湾澎湖只飞1台班机，来回各一转。旅客张先是讲，家己是为台中飞澎湖，不过等来无机会，只好先飞台北。要从澎湖要回来台湾，要订票，要等到7月12号以后，甚至更后面。就连航空公司也有提前打电话问我说：“你确定你有要搭吗？”对，就是在 double 在 check。对。旅客表示，目前澎湖航厦外口已经无困涂骹等待人。不过，澎湖观光旅游处表示，离岛空中交通因为疫情减班，若到假日就会出现买无票情形。加上最近大学生休热登来台湾的需求，白摕着原本定期去看医生或者是办公的民众，会看情形协调空运业者加班，或者是请海运带华轮来载客。这一趟。是今天从高雄过来，然后明天回高雄的航班是可以载客的，也是呼吁大众都可以多加使用。澎湖县政府表示，7月开始，海运业者会加开船班疏运旅客。另外，民众若是有看医生这类紧急特殊需求，应打电话给县府的服务窗口，县府会专请航空公司协调，优先候补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1992感性实联制，民众若准去店家拢爱举手机啊，扫一个 QR code 做登记。不过有的地方卫生局认为讲，这资料量伤过济，速度也伤过慢，甚至有民众认为讲，有真侪人拢是惊做一个行共款，根本就无扫 QR code。不过指挥中心也讲，感性实联制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尔。近日店家进前先扫 QR code， 搁开启手机简讯，传送到1911，就完成简讯实联制登记。新北市卫生局表示，最近疫调过程也要调阅简讯实联制资料。那至于这个简讯的实联制它可以作为我们一些特殊个案调查的一个协助。台北市政府表示，简讯实联制资料只会显示捌去过倒一寡地点。反过来看，北市府也建立一套 App 台北通，那会当显示出入人数最少，也会当标记确实的地址，出入拢有记录。也毋过强调，精准疫调也是爱找着本人。台北通的系统比较完整，也就是我们还有店家的确实的地址，我们可以在 Google Map 上面做一些标记。目前相关的资料都有在调阅，但是的确在疫调上面还是以确诊者他自己的陈述为主。也毋过，简讯实联制上路1个月过，也是有部分地方政府卫生局反映，对疫调帮助无大，因为资讯量伤大，真歹提供，要疫调人员不满，除了提供速度伤慢，真无方便。进到这个场所去，他跟谁接触，停留多久，这些还是必须要透过精准的疫调，才有办法去掌握跟落实。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简讯实联制保留时间28天，未将雇主留予店家，只提供疫调使用。到6月29为止，16县市卫生局拢总调阅303项资料，其中调用量前3名以桃园市卫生局上济，其次是高雄市卫生局甲台中市卫生局。
运用简讯实联制相关的资讯对防疫推动确实有实质的帮助。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表示，简讯实联制累计已经发送约6.2条，目前已经删除大约1.24亿。指挥中心表示，虽然只是辅助工具，也不过对疫调有缘有帮助，呼吁民众也是爱确实执行实联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也开始吞大全世界咯。欧洲政府正式宣布讲，雪梨加达尔文这两个城市要进行居家防疫，进而要求西部的博斯甲东部的布里斯本对自告开始要实行封锁。这4个城市大约超过1000万人会受到影响。雪梨郊区车辆排着真长的队伍等待体检。根据澳洲政府统计，到2月下晡为止，国内有271名确诊病人，真侪拢是新南威尔斯省的人。受到传染力真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澳洲的雪梨甲达尔文进前宣布了居家防疫的封城命令了后，即马连东部城市布里斯本、西部城市博斯，嘛为2号开始分别封城3天甲4天。I know we're in the middle of school holidays, and I know people have made plans, but we've just got to do this, and we've got to do this for 3 days. So there'll be a lockdown for 3 days, and I don't want it to be 30 days. So we just have to do this. So from 6 p.m. tonight until 6 p.m. on Friday. 外国媒体报道，为疫情流行以来，博斯只有3个确诊病例，也毋过当地卫生官员一直对群组感染采取真谨慎的防范措施。博斯甲布里斯本的居民除了基本工课、医疗需求、甲买物件、运动以外，袂当外出，必须爱居家防疫。当局前后封锁了4个城市，又各有1020万人的生活受到影响。为了防范病毒，当局嘛伫2月暗时取消掉 AZ 疫苗注射的年岁限制，开放予60岁以下的民众来做。Now, the ATAGI advice talks about a preference for AstraZeneca to be available and made available to those as preferred for those over 60. But the advice does not preclude persons under 60 from getting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澳洲政府表示，即马国内已经注了将近740万剂疫苗，其中只有无到5%的大人接受完整的2剂疫苗，比欧美国家的注射比例更较低，会敦促民众去注疫苗。另外，为着减少经济活动，预估会为7月7号开始，澳洲甲纽西兰依然会开放无确诊病例所在进行旅游气泡。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讲到注这个武汉肺炎疫苗的部分，大部分的疫苗拢爱注2档才有保护力。根据着英国学术研究，因讲这个先注 AZ 疫苗，后来注 BNT 疫苗，这个效果颠倒是更较好，会当刺激民众的免疫力。研究也发现讲 AZ 疫苗的第2档，若准是更较慢注，保护的效果颠倒是更较好。若准搁再注第3档，免疫力会当搁再提高。第1期自 AZ 有风险，4礼拜了自第2期，改自辉瑞 BNT， 发现有更较好的免疫反应。这是英国的牛津疫苗团队所做的南美洲的实验计划所得到的上真的结果，也和外界一直在讨论的疫苗南美派的效果有科学的参考数据。The mixed schedules do generate a good immune response. So if there were circumstances that meant that you needed to change things around or you needed flexibility, then I think our data are very reassuring that that would be okay. 另外，牛津大学的研究也发现，若是加自 AZ 有风险第1期加第2期中人的时间由长到45礼拜，会当有更加好的免疫反应。其实进前就相关的研究发现，第2期 AZ 有风险做的时间若由长到12礼拜，效果是比原本让4礼拜更加好。这项研究结果对疫苗供应量较少的国家来讲是好消息。What we're seeing is real-world effectiveness data against some variants of concern that are pretty scary that are demonstrating that these vaccines are working really well. 不过注风险的顺序也影响防护效果。若是先注 AZ， 再个注辉瑞，产生的免疫抗体加 T 细胞的水准是比先注辉瑞再个注 AZ 更加好。因若2期拢是注辉瑞，抗体反应是上悬。另外，若注第2期 AZ 有风险了，搁当6个月以上再个注第3期，也当引发体内抗体数量。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今年一度的世界行动通信大会，去年因为疫情关系来停办。不过今年所有现场加线顶这2种发表方式，今年的重点放伫咧配合手机的身躯行动配件。虽然苹果今年无参加，不过真侪间公司虽然把 Apple 这间公司当作是胜利的竞争对手。这
是韩国先上上新推出的智慧型手表，伫新冠病毒疫情之下，发表会以线顶方式进行。较特别所在就是原地属于 Google Android 系统底下的先上伫新款智慧手机方面加紧甲 Google 的合作，互使用者安装应用程式，会当同时伫手机甲智慧型手表操作。Google will have new apps that will be able to run a lot more seamlessly. A lot of other third-party apps that the ecosystem needed so badly are finally compatible, right? The Samsung UI before was kind of just standing on its own, right? And they were working really hard, but they needed Google to come in as like a real ecosystem partner. 那韩国先上中国的联想集团也提出有4英寸荧幕的智慧型时钟，也不过专家认为，要甲智慧型钟表市场独大的苹果竞争，包括排名第2的先上等其他业者，也有真大的进步空间。The way that they've combined the watch into the entire Apple ecosystem so seamlessl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rest of the industry is really struggling to compete with. This is a good first step from Google and Samsung, but they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虽然疫情致使航空旅游是失败，不过有业者看好机上国路系统市场。同款来自中国的 TCL 科技集团推出会当连接电视的智慧型物件，希望会当互坐飞机的旅客有较轻松的高路体验。除了这款使用者直接接触的硬体装置，行动网络上重要的速度问题，也正做本届大会重点之一。无线通信晶片大手沟通去年底推出的骁龙888 Plus， 强调处理器的时钟频率会当为进前的2.84 GHz 提升为2.995 GHz， 这其中沟通的第6代人工智慧엔진扮演关键的角色。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今仔日的 AM 新闻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是增加54个本土病例，有8个人死亡。台北市的部分有20例，新北市有22例，有关是上界多。桃园、新竹县拢是4例，彰化有2例，基隆、屏东拢是1例。咱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4748例啊，本土病例占伫咧内面有13525例。那讲到这个死亡人数，也已经有643个人死亡。人讲正善因得善果结一个好缘，立陶宛政府伫2日宣布讲要捐予台湾2万剂的 AZ 疫苗，是因为咱台湾伫咧去年有送予立陶宛10万剂喙安，咱的台湾人也为着要表示对立陶宛的感谢，也有人开始捐款予立陶宛的社会福利机构，大家来互相斗相共，会当讲是足甘心的。台湾去年援助10万片医疗及喙安予立陶宛，立陶宛2日宣布将捐赠台湾2万筒 AZ 疫苗回报。这种善的宣传一直延伸，有作家伫面册发文，提议捐款予立陶宛慈善机构，包括帮助感情儿童的妈妈联名、儿童感情基金、甲高风险怀孕中心。相关信息得到各界回响满满，台湾爱心捐款勇日。机构代表更加回批，突然收到87笔来自台湾的捐款，一直讲人的心的良善，互人真惊奇。收到立陶宛非营利组织的来信，然后包括看到后续有这么棒的发展，这么大的能量，然后这么多的心意想要回馈，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感动。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意之间的交流，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美的事情。目前为止，已经有美国、日本、甲立陶宛要捐赠台湾疫苗，即马传出一个国家也打算捐赠疫苗给台湾。疫苗的采购、转售，还有捐赠跟运输等，这些都牵扯到非常专业而且复杂、不同层面的议题。在过程当中，要克服许多的困难，还有技术性的细节。如果有其他国家要对我们捐赠疫苗有具体结果的时候，外交部我们会适时的跟国人进行说明。伫鸿海甲台积电协谈 BNT 疫苗，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进度双方拢真满意，所来都是各自的采购谈判。昨个礼拜也拜会指挥中心，不过由按照期间进行。但是中也强调，鸿海甲台积电行的路先确定清楚，组织刷落来才做会较紧。记者综合报道。台美铁法会期明仔载要重新启动谈判，中国伫进前也表示反对。美国白宫发言人也讲，美国会继续加强甲台湾的经济贸易关系。
另外，咱驻美国代表萧美琴也伫面册顶头发文，表示讲希望台湾会当争取到美国疫苗制造技术，也会透过立法来达成共识。过了5年的台美贸易甲投资架构协定，将第30中心谈判。中国外交部顶地表达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美官方往来。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利被回应。美台贸易投资关系非常重要，美国会继续强化甲台湾经济关系，参继续观察中国威胁其他区域成员的行为。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rock solid. We're committed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Taiwa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hich is wh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upcom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Council meeting. 对于立法会议，驻美代表萧美琴是伫面册发表，有几项重要的领域，将是双方未来合作处理进展的机会，包括气候变迁、甲绿色经济、数位经济。参供应链遵循等。萧美琴佮补充，美国贸易代表处主张将透过 WTO 释出疫苗智慧财产权，对台湾争取美国疫苗制作技术，建构产能，也会当透过双边北台进一步联署共识，希望双方一步一步累积善意佮互信，争取未来洽谈 BTA 的动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台湾驻香港办事处有7位工作人员登来到台湾，驻澳门办事处的代理处长陈家宏27也登来台湾。陆委会证实讲，是因为咱的人员拒绝签署承认一中的文件，而且处长的签证也到期啊，伊就登来到台湾。目前咱伫澳门的办事处也阁有4个员工伫遐。6月20日，台湾驻香港办事处7名人员登来台湾，因为签证到期，期签港府要求的一中承诺书无法度继续驻港服务。所以27驻澳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家宏也登来台湾，原因同款。我澳门办事处代理处长签证期限届满，因拒签一中承诺书，澳门政府不予续签，因此返台。目前我驻澳门办事处仍有4位派驻人员，派驻同仁会坚守岗位。陆委会强调，目前咱国驻澳门办事处存4位派驻人员，签证有效期上长到明年的10月底，原地的服务继续推动，绝对未签署一中承诺书。不过驻港办事处只存1人，签证到7月底也无因应，包括香港人来台停留、中国居民入台证等，采用线顶申请。咱国民众护照保换法、纪念救助金毛金融等，继续提供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针对着各行各业推出着劳工纾困，伫高雄所计程车行的头家连续2年早领稳健的纾困金，金额有到175万遐济，而且要电影院的员工真情，讲头家根本就无分纾困金予伊。立委也呼吁行政院纾困补助应该爱直接汇入去员工的口座才对。疫情期间，客停车运站再无人客，中央推出交通纾困方案。高雄民代率接到运站定情，车行头家连续2年将因的纾困金拢藏入家己的落地啊，因是最近才发现。他自己去打这个驾驶人的私章，然后全部在清册上面盖了私章之后，跟交通部的高雄监理站这边去申请相关的补助。那2年度给驾驶人的补助加起来，总共175万左右。唔那运站民代嘛有接到戏院员工怀疑头家暗砍因的补助。他们不会扣除员工的任何薪资，然后去申请现在的纾困4.0，那申请下来的钱也不会给我们员工。造册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将劳工的这个账号直接放在上面。针对车行头家暗砍补助的案例，头家假做收据，员工囡仔嘛规排转甲接警齐。市员林武凯表示，监理单位事后查阅无缺失，才会出现空棚。如果你的所有的表单的单据的申请资料都备齐了，我们是不会去质疑你这个资料的是不是造假，我们不会做，我们第一时间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怀疑啊。那但是
申请人要自负所有的一个法律的责任。监理所强调，车行头家事后已经甲补助幸福稳健，不过明代呼吁行政院，这款由雇主带领的案件，爱全面检讨申请甲审核的过程，甲补助直接发予劳工，才袂出现互人暗砍的代志。记者陈嘉文、刘伟哲高雄报道。儿童福利电名有一支电话专线，是专工予囡仔人敲来讲心内话的专线，或者哎呦喂啊！接电话社工也发现讲，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专线所接到的电话是比去年更较多，而且有一寡囡仔也出现较负面的情绪，也显示讲在这段期间，伫咧厝内面学习的心理变化。哎呦喂啊！小朋友电话你好，我是10号值日生。儿童福利联盟所属的儿童专线，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接线社工发现，敲来开讲分享心情的囡仔，人数是专线设立以来新高。其实我们从5、6月来看，如果跟去年相较电话量的那个通数，其实5月份这个1318通是跟过往来相较，其实是非常突出一个电话量。社工表示，以去年6月平均来讲是500挂通，今年加买一倍，卡来囡仔有70%左右是正面的心情分享，亲像家庭市场物，其家学习的状况为主，但嘛是有3成较负面，亲像有囡仔进前拢会期待新学期的新环境，不过即马拢唔敢来想，嘛有人因过休热拢四界佚佗，即马倒位拢袂当去，感觉袂适应，甲心情参爸母讲，阁互人骂。咱台湾爸爸妈妈较袂晓处理这种状况，咱通打电话去问，去有一寡专门的资讯，譬如讲张老师还是一寡儿少的服务团体，咱爸爸妈妈通打电话去问，甚至鼓励咱的囡仔讲，你通打电话去遮专业的单位。戴小明表示，亲像法国就少有囡仔甲大人的免费咨询服务，互父母做伙参与咨询，透过专家牵线引导亲子了解相处的问题，嘛建议会当找别个家庭老师互相探讨教育的方式，利用线顶视讯、电话咨询，拢是提升亲子之间做伙了解进步的好机会。记者陈阿文刘水采访报道。所落来学校就特别休热咯，不过伫咧休热期间，嘉义市会继续照顾市内3000多名经济弱势囡仔。嘉义市政府也决定讲，伫咧休热期间，要甲中斗顿的参观金额对50块有关到70块。一本42张，总共2940块的参观，是嘉义市经济弱势学生伫休热这段时间中斗顿的参观。进前一张是50块，但是考虑物价甲一寡家长的反应，所以把金额提高到70块。那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能够妥善的继续执行下去，对我们嘉义市各方面，尤其是弱势家庭的照顾会非常的好。提高营养午餐券的面额，市府大约会增加约230万的支出，但是却会让总共有3056名的孩童因此而受惠。学校表示，经过学校来认定的经济弱势家庭，拢有来申请遮的参观，因嘛拢有找附近的店家来合作，保障囡仔食饭的权利。学校阁会请厂商协助注意参观的使用。他孩子来这边购物，会管制孩子所买的食品，一定把餐券要用在食品食物的采购上面，不会去用在其他物品的采购。目前学校因为疫情停课，但是也是有一寡弱势家庭的学生来学校受到照顾，刷来都要休热。有家长表示，参观加出来20块，唔但互囡仔有更较侪的选择，嘛减轻厝内袂少的负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彰化参尾是国内主要的花卉产地，前一阵雨水少，加上疫情影响，真侪活动拢取消。当地业者表示讲，唔但花产量有减少，销量嘛才加剩一半尔。不过可能是民众配合防疫，拢伫咧处理的时间也变多。自从5月中到今，网络销量有增加70%以上。店外无用整理食物，这拢是人客既定的分在。这段日子，民众配合防疫，伫厝内的时间变多，有不少民众利用时间种花草。彰化参尾公路花园业者表示，这阵啊网络销量增加70%以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现场门市大家无通来咱遮佚佗，
所以网络的订单一定是增加的。然后嘛，足侪人想要以厝楼加减布置自己的住家，所以说会买足侪绿色植物。中华参尾是国内主要的花卉产地，业者表示，照顾室内食物日头袂当伤美，而且爱注意通风、水分掺湿度。虽然网络的生意变好，不过这阵啊，雨水高加上疫情的关系，花的产量减少2成至3成，销量甚至达5成。足侪活动拢无办的嘛，大型、小型的活动拢无办，包括咱个婚丧喜庆。咱上接拄到的婚丧喜庆嘛，拢无办啊，所以这种的疫情之下，咱的花的销量是差真济啦。吴正宪表示，今年因为无毕业典礼，各种活动停办，加上禁止宗教相关活动，对花卉产业的影响真大。满园花农大部分拢种高1-2种花，农会即阵也杀出花卉材料箱。将无共种类的花扣做一箱，要来帮助农民开发新通路。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北的宁夏夜市今日暗时开始会分高频营业。另外，伫台北的艋舺灵山寺地下街，本地今仔日是要开放营业的。不过，台北市的市长处透早临时冻店，经过会勘了后，决定明仔载才当开店。市长高文地表示，政府爱照顾防疫，也爱照顾经济，未来会做人流的管控，渐渐来开放。但是真的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所以好像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样。女先生塞着推车来到单位就电费，营业时间每晚5点1到。宁夏夜市40外档有甲主题会登记的番仔，一台接着一台准备开放营业。主题会特别准备酒精要放伫夜市的出入口，互消费者消毒。每档也有 QR code， 互消费者实名制登录。主题会表示，夜市大约180档，正正调查大约有80外档，希望开放营业。主题会决定以门牌当下好分流，以符合市府定定的上侪1/4番仔营业的上限。我们夜市摊商数大概180摊，好，所以1/4大概是45摊的范围内，好，所以我们现在开放是单侧40摊是符合的。除了宁夏夜市店因为疫情和台北市政府要求停业的艋舺灵山寺地下街，原底29开放营业，也毋过也咧3级警戒。北市府市长处毋敢同意，再去临时要求延长停业。主题会讲真意外，伫市府下昼会勘了后，才决定30复业。有一些人，他们对万华还是有一点疑虑。那但是大多数的人认为，就是说，其实还是要到微解封的阶段比较好一点，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出来做生意，他是没有生活的，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作为政府还是一样的，在防疫跟经济之间或民生的这种存活了之间，还是要取一个平衡都是有态度。那至于说我们会用还是数字管理嘛？台北市长高文哲再次表示，夜市未开放以1/4减量开放，最暗袂当摕落来只准早登去的原则。要防疫也要兼顾款下生活。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表示，3级警戒只禁内容，无要求餐厅关门，地方政府会当根据状况适当安排。中央针对3级解封的指引也咧准备，定好就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目前酸亚当咧弹出，今年的产量是比去年加1成到2成。国内却因为疫情关系，真侪农民烦恼讲这继续会崩盘。农委会也呼吁民众讲，因过是斗相共食往来，真会当斗相共食酸亚。看过去贩卖的人数比消费者较侪，原本交易真热的玉井千果市场，受疫情影响，买气变差。今年6、7月酸亚大出，产量也比去年增加接近2成。量济，阁无啥物人买，贩啊真无奈。价格就是很便宜啊，很低啊，很低廉呐。对啊，就是跟以往没办法比，都是大概都对半了啊。酸亚水果销量也有待冲刺。台南市政府决定至少先买1成做加工，阁继续扩大外销。其实今年1到6月底，外销韩国成长2成，日本阁较增加6成外，只是整体外销量也是薄。大概减少了18%，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市场的这个减少所致，主要是因为消费力的减少。虽然中国对酸亚并无像3月时阵用台湾往来数字禁令，也毋过地方农会表示，今年都是完全无订单，也毋知影原因。对此，农委会表示会比较往来专列互搬酸亚。这样17万公吨
我们在凤梨是40几万公吨，我们就把它处理过了。我想这么好的这个品质跟那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滞销。农委会爱农民提出食往来精神，刷落来食酸呀。地方农会烦恼，小中国的数量大约占3-4成，加上国内也因为疫情买的人无济，来外打叫互农民伫酸呀丰收的热天，不免阁有惊继续崩盘的乌影。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伫新竹县有真侪路边的旧衫回收箱，拢为着安全暂时封起来。想要到有的所在有开放，偏偏这内面的旧衫裤却是规个满出来，边仔的涂骹也是蹲到满四界，造成附近民众困扰。真侪民众会甲未过清掉的衫裤落入去路边的旧衫回收箱。最近因为疫情，为着安全，大部分的旧衫回收箱外口拢打出告示，暂时停止回收。不过，为着帮助弱势团体，有开放一部分箱啊做回收，不过数量伤少，所以影响到住附近的民众。它会很常爆满吗？哦，还蛮长的，去年也是啊，都这样子了。都满出来了。对呀。出发点是帮助最贫困的，所以我们也不希望你这样一个礼拜来，然后这样那边堆满一大堆，然后衣服又下了雨湿了，到时候要去烘，就人力也会开始变不足啊。回收的团体表示，疫情期间负责人员实在有限，确实无法度像较早安尼，定定去做回收。因为疫情影响，然后就没有办法说像过往那么样的频繁去处理这一块。对，然后呢，就会造成说有些地方他们的衣服堆积过多，怎么样？然后是想说，也是呼吁大家说，就可以也是分流啦，不需要说一口气把全部衣服都放到那里去这样。因为我也是有发现说，有些地方的确是真的是满的，然后呢，如果要找人家来处理的话，可能也要几天啊。头回讲，我将是一礼拜会去回收箱做一摆回收的动作，希望民众若是看到回收箱满，会使去找附近的箱仔放，才袂影响环境。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天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0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